在地人在地前来讲到这个老技艺、老功夫、传统的功夫，台湾有真侪这个老技艺、老功夫，慢慢的伫消失。较早一般人厝内出现这个竹仔做的家具，手工制作方式嘛，慢慢的伫失传啊。这个伫桃园，这个叫做。互人认为是国宝级的这个变竹的工艺师叫戴阿罗，用竹仔做家具已经有70档，即70几档的经验加历史啊。虽然讲伊体力无像较早遐好，也毋过老师傅坚持用手工去创作手艺的艺品。愈来愈侪人有参观过伊的工作经，老师傅嘛希望讲有更较侪人会使教伊竹仔做这个家具，将这项这个传统的功夫、传统的技艺继续加传落去。来到工作室，看师傅拿叉刀伫破竹竿，要开始做人客所定的作品。过程中嘛，人客远道而来，希望讲会使将老师傅的手艺砸断去。我新得来啦，新得来啊？对啊，很少了啦。人最终伊人就快绝种了。双手拢是条纹，留下水我就分裂。85岁，戴阿罗被称之为国宝级的变竹的工艺师。13岁开始做师啊，即摆已经累积70几年的经验加技术啦。13岁是开始做，嗰當時是這個學校有讀啦冇讀差唔多啦。老師傅講要做好一條椅啊，為建竹啊開始導學問啊。4年、5年、6年這樣子是最好的就是。做椅啊上困難的部分，就是這個卡榫，必須都要先挖空，做出彎的所在，再來還佫用空的，迄若算無準，對接若無接無好，安尼椅啊都袂知啊。壞掉了啦，不是這樣子做就一定是做好的。因為時代轉變，民眾對家具的介意已經走向多元化，像這款手工用竹仔編家具已經變成收藏啊。需求量少，訂單減少，當然就找無師仔來學功夫啊。唔講我做嚟說，可能基本上唔會學。我學了好過他5、6個月，沒做唔下。傳統的功夫隨着世代的轉變，可能會慢慢啊行入歷史。為了延續這個手藝，老師傅決定做甲無法度做為止，嘛期待將這個功夫分享給介意竹仔家具的人，並且將這個傳統傳承甲延續落去。